圣诞恭喜，耶稣听你，好不好？甲大家请安一下。其实咱足侪年哈，才会拄啊好圣诞节12月25，啊拄啊是咱主耶稣的降生，啊咱也伫主日来敬拜哈，通常拢是啊伫前的主日安尼。啊，咱昨昏真欢喜，咱用热烈的这个圣诞的大聚餐啊，伫遐来庆祝吼。我想足侪人拢会庆过圣诞节。庆过圣诞节吼，啊，事实咱也是看到世间人的各种的即个历史，也是因的行动有祭旗吼，都是安尼。啊，伊就是两种的意思，一种是因为经过一种特别的闹热，互侪人来知影讲啊，有即个节日，有即个代志。但是若伤过头，会发觉讲哇，啊，咱要庆祝的目的煞无去啊。敢若为着食，为着佚佗，为着买物件吼，啊，有一段时间吼，欧洲遐个基督徒在抗议，也是咧bài斥讲，啊，恁美国人甲迄个消费的文化，但是基督徒，特别是在这一个圣诞佳节，纪念主耶稣降生，我们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。就是主为何要降生？为何这个是大喜的信息？神啊，愿我们在热闹聚集快乐的时候，纪念这个最根本生命的问题，让我们在主里面重新得到主耶稣降生的喜乐，主耶稣降生来带来的盼望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喜信息是咱今日圣歌队因唱哈的主题。啊，煞接这个主题，要甲咱三个想讲，是安那叫做大欢喜的好消息啦吼。好，咱拿台语的传统的这个圣经，伊是讲，我要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。欢喜就欢喜是哪？要个大欢喜。为什么是大喜？好，你一定要有一点那个好奇，说为什么是大喜？啊，你的孩子考上那个好的学校，我要报你一个大喜的信息。那这个是你家的好消息啊，别人可能被你考上了，我就没上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喜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有关系，对每一个人都得到祝福的。这个大喜是长久的，这个大喜是让人生命根本改变的。好。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刚刚读了2段经文下去做一些爬书哈，有这样的一个线索。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他们在大卫王传给所罗门之后呢，其实没多久，这个国家就分裂了。叫做南北国哈，比较简单讲就是南北国，南国是犹大，北国是以色列。这个简单的历史大家都了解，大概是在公元前，也就是主耶稣降生前的931年。然后北国在什么时候灭亡呢？在722年，主前722年，一位国王叫何西亚王的时候，被亚述灭亡了。那南国呢，苟延残喘。这2个国家的类似有点像，已经亡国了586年，请问580多年是什么概念呢？咱世间人一代吼，一代咱算较量的差不多25冬，好不好？老爸生囝，囝搁生孙吼，25冬，那100年差不多4代啦。有的搁较短，较早的人较早结婚吼，那可以说已经很久很久了。耶稣降生的时候是那一种情境。所以，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至少已经灭亡了586年。那我们看到当时的时代的历史的氛围，亡国之民呢，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、欺压之下，其实好像就要窒息了，因为
在集权的统治，那些当地的犹太人的官，或是犹太人的祭司、犹太人的管会堂的犹太人这一些宗教领袖，因为被这种高压统治已经偏差了，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代会责备法利赛人，会责备那些宗教的领袖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在那种扭曲的人性不自由之下，对上帝的信仰也陷入了危机。所以，当时的犹太人敬拜上帝，其实是没有生命的宗教仪式。那这些背景，是我们在推敲说，神为什么要让主耶稣降生在这个时代？我感觉好像隐隐约约这个环境之下，如果历史再继续下去，大概犹太人可能会消失掉，会消失掉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事情没有发生，那这个是先知以赛亚，他呢做了预言，其实是在亡国之前就开始了。他在分裂的那个氛围之下，他就做了宣告。他知道以色列百姓要面对他们离开了上帝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要统治自己的国家，他们会遇到这个国家的苦难，所以以赛亚在那个时代就做了预言说，主要亲自赐给你们一个记号，有闺女怀孕生子，并要取名以马内利。那个是在很早很早以前，主前740年就这样宣告了。然后我们看到，后来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。路加2章10节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，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。我要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就是对天使所讲的这句话。”那从以赛亚这个先知在那么多年前做宣告，然后在天使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在旷野，在寒冷的夜晚，天使向牧羊人报喜讯。我们来做一个整理，为什么这个是大喜的信息？主耶稣的降生为什么是大喜的信息？为什么先知要在几百年前就宣告说，有一位以马内利要降临在你们当中？第一个，因为耶稣的降生是上帝的圣子亲自降生为人，上帝在天顶的上帝亲自自己做人，在世间做人。早前用自己的人在找神，人在找上帝，人的社会在找上帝，用只是这样看圣子耶稣降生嘛。但是从信仰、从我们的教义来看，是上帝自己成为人呐。所以说，以马内利，他亲自来找人，也能为我们赎罪。那个重点是因为神他没有罪，看到百姓在黑暗中，他就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了要拯救我们。那这个是最主要的关键。我们长老教会在1985年有这个事，但是成为我们的什么？成为我们的弟兄。弟兄就是咱亲人朋友大家做伙，唔得叫做弟兄。那跟上帝高高在上，那就不是啦。他就说，他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也因为道成肉身呐，主耶稣他是不是经过人的肉体的血气。我们看这一段，约翰福音1章14节说：“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”小黑龙咖喱哈他说：“我昨天跟谁讲话，跟哪一个神讲话，请不要相信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，就独生子耶稣基督显明上帝。所以你要看上帝。”
怎样上帝的意，不然的话你会混淆过去。好这是第一个，讲安那上帝家己真做人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足要紧圣诞节的宗旨。第二，主耶稣拄则咱读过足多摆，讲照着在色女怀孕生囝，反倒去找寻一个上帝那边摸索嘛，这边找不到，然后神成为人，他又给你一个新的通道。主耶稣他亲自降生，他不受罪的辖制。换句话说，童女怀孕的意义是什么？是借由圣灵的怀胎，没有人的血气跟罪性，好像它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通道。好像现在你要到国外去，你要有签证，这个身份这个签证没有，你在什么官员大官都进不去，只有这个签证给你。好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签证。雅书另外一句话这样：世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什么叫黑暗中的百姓？不是这个物质性的、物理性的太阳啦，太阳一照出来就亮了嘛。黑暗中就是表示在罪的暗中找不到出路，那看见了大光。我们常常知道说照耀他们，有主耶稣来了，那光就出现了。人在黑暗中摸索，在罪的捆绑当中找不到出路，因为看见了大光，就有光照耀他们。这是第二个。上帝成为人，第二个是我们主耶稣他无罪降生，所以他是人也是神，因为他不被人的血气所污染。第三个，是因为我们在纪念主耶稣的降生，是他亲自显示了上帝的荣光，他亲自展现了上帝，而且他传扬天国的福音。如果没有耶稣传福音，我们不认识啊。为什么当初刚开始耶稣降生没有人理会？是因为大家不认识，唔捌报就对了，唔捌报。而且希律王还处心积虑，主耶稣在30年出来外面，已经预备好了管道，但是人要怎么做？人要悔改，人要悔改。那我们常听这一句会背的圣经16章6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哪里？到父那里去。”弟兄姐妹，当你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，当你在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请你记得，因为你是独一无二拿到主耶稣基督给你的这个生命的护照，没有人能抢夺的，也没有说身份地位要不要金钱，只要相信，只要接受，而且是唯一的管道。因为只有耶稣，他是神，他降生为人，他无罪，然后他传扬这个福音说：“好啦，我都给你们讲清楚了，请记得，透过主耶稣才有这条道路，才得到真理，才有生命。”就重新再复习说第4点，主耶稣他是以无罪的生命做人类新生命的赎价。刚刚是说无罪，好，到了，那这一点，无罪是耶稣神的事啊，你人跟我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的罪会被赎回来？是因为主耶稣愿意为你死，所以主耶稣降生是为了死，哇，不得了！我们在庆祝耶稣降生，对不对？一个新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他降生开始就开始往这一条，要赎回全人类的罪的代价，要用死来代赎。我们看马可福音10章45节说：“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你欠了一屁股债。”
那你的哥哥、你的弟弟是大富翁，那你天天去他家走来走去，跟他讨好，还讲兄哥啊，我看你袂歹吼，最近趁钱趁真多哦。兄哥讲你来要创啥？恁兜的代志我甲你无关系啊。足侪兄弟姊妹会安尼对吧？为了财产冤家呢？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，不是你的是我的，不是啊。所以，我们说主耶稣无罪的身份是他的圣洁嘛，他是能力嘛。但是重点是我们为什么也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恩典？是因为他为众人来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那这个爱的能力就产生了，他的救赎就产生了，他的拯救就产生了。他的恩典就普及在每一个愿意接受他的人的身上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宝贵。就刚刚我讲的，我们用人的欠债来做一样描述，你再怎么赚钱都还不完。但是刚刚我讲的是负面的，但是他的哥哥来讲说：“哎呀，弟弟，你投资错误我知道了，要赚钱不容易啊，来。”你的债务多少？我帮你解决。这弟弟从债务缠身变成一个无债一身轻的人，但这个在世上很少见很少见，更何况是生命的债、罪的债，你怎么还？世上很多人为什么他很认真的要修行？要做好事，要做这社会公益，他们是想要赎罪诶，他是用他的认真努力，要把他罪债把它赎回来。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，他是以前从这样的信仰过来的，他们自己的亲身的经验，说我怎么样，这阵都无通食，还要拍官，要怎么做？你都趁无够，一直贷钱咱进台湾台湾的社会，我们台湾社会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会那么对政府无感？就是因为我赚的钱来不及涨价嘛，对不对？来不及物价上涨嘛，我为什么会对你这个政府有信心呢？同样的意思，人继续长有这样的确信呢？耶稣爱我们。耶稣他完成了这样赎罪的整个过程之后，他升天，然后他宣告说：“你看我怎么样去，也要看我怎么来。我要差圣灵来到你们当中。”弟兄姐妹，咱是恩典的人啦，不2000年前的代志，咱哪会记得掉？莫讲2000年2年前、20年前，咱就袂记了啊。因为圣灵怜悯我们人的不足跟软弱，所以上帝也说：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属圣灵了。所以基督徒现在我们每一年在庆祝圣诞节用这样的活动，我们昨天那么热闹来庆祝，是因为圣灵一直在提醒你，记得主耶稣为你赎罪，你要接受。你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，你的圣灵提醒你的，圣灵让你体会到为什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会做见证？通常是他遇到很多困境，几乎要灭亡那种感觉，被神所拯救，是因为圣灵爱他，让他从黑暗中重新看到光明。以赛亚书32章15节说：“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。”旷野就成为回田，回田看如树林。圣灵，你看他的改变，他用这个旷野的现象来做描述。我们也知道撒迦利亚书这一段熟悉的经文，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4章6节，好不好？预备，来！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。”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所以如果
我们不要说别的宗教，在基督教的范围里面，如果有人说我是天纵英明啊，你来跟我就可以解决事情，你就用这段经文给他讲。乃是倚靠神的灵才能成事，没有一个非你不可的人可以改变，只有耶稣基督。这是我们基督徒谦卑的地方。这样讲，没有人敢在众人面前说：“哎，你要靠着我才能得救。”是只有耶稣基督，只有我们的救主。最后，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是，为什么圣诞节是永世救恩的宣告跟应许啊？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刚刚我们谈的这一些，其实已经大部分答案都出来了。我要再用一些实例跟大家分享。人类在寻求生命的答案，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大喜的信息啊？现在科技发达到这种程度，那个 AI 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在想说，牧师如果退休的时候还可以开车，不是眼睛还很好，或是反应很好，可能这个 AI 帮我开车。我说，我要去富祥教会，他就帮我载来了哈。你看科技发达到这种地步啦。但是请记得哈，人类遇到生命的困境，这些问题都还在。人们用政治跟管理的方法，想要让这个社会充满了和谐，一片祥和，还是找不到。你用最民主的方法，就是有人会利用民主。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对民主有一点担心的，因为有人会制造一种办法讲我是民主发产生的，其实变独裁。请记得，我们现在台南现在台南市的市议会，也是民主啊，但是就有人能控制民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说哪一个天纵英明啊？什么民族英雄他用人的方法、管理方法，是要让这个社会更祥和。人的罪总是在某一个地方，好像捕狼啊呢，给捕出来啊。你不注意它，不去消毒它，不去医疗它，它就重新发生了。有人说好，我用科技的方法，用人力的智慧可以解决一切事情。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大家都被3C 绑架了，好像你觉得它能帮助你很多事情，但是你被它绑得更严重。我讲这些你们都了解，意思是说，人类在生命的困境没有办法，因为现代文明那么发达，政治那么的发展就解决事情了。讲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很有趣的例子，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现在，因为它开放了嘛，就是疫情就不再那个封闭了吧，突然间爆发出来，现在好多人就是不敢数据爆出来而已，很多人染疫，大家抢着买退烧药。那我们台湾现在还能够大家很快乐在这边聚会，牧师还可以不用戴口罩，因为这个政府有允许唱歌跟讲道可以不用戴口罩。那是多少人努力的结果那中国为什么会开放？因为他知道再不来政权会倒啊，因为白纸革命已经出来了。不得已开放，不得已，全中国听说正式的数据是好几亿已经染疫了。那就有一位评论家他讲到，中国他用这种高压统治可以管理人的世界，倒是管理不了。他就用一个故事来描述说，早前其实在毛泽东的时代就碰到过了那个时代叫做大跃进。有没有听过大跃进？那阵，国中、高中的时候都要上这个怎么样？中国怎么多么苦难？大跃进是其中的一个。当时他们为了解决粮食饥荒的问题，他说最可怕的就是四害。什么四害呢？麻雀、老鼠、苍蝇、蚊子。如果把这些除掉了，我们的稻米、我们的麦子就可以怎么样？米跟麦子就可以大量生产，至少不会被麻雀吃或是麦子。但是它也会吃害虫啊！糟糕，没有麻雀吃害虫，一大堆害虫生的那么快把那些五谷都吃光了，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！我在讲不是说
在责骂谁，是说当时人用这种方法想要解决社会的问题，但是当时的报道说，大量捕杀麻雀却导致虫害成灾，粮食欠收，出现长达3年的大饥荒，4000万中国人赔上生命，几乎是台湾的2倍。所以，他们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到这个主题，主耶稣降生的目的，我们的罪。人用各种方法在努力，在摸索，让这个社会更好。但是我们真的是承认人的有限。当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跟不足的时候，主耶稣的拯救才真正临到我们。我们又看到说，无罪才能进入天国嘛。刚刚我们提到，好像这个护照一样。那主耶稣降生就是为了这个，要拯救他的子民，脱离他们的，来互相来勉励哈。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诞生，年轻的夫妇生了一个孩子，我们都给他恭喜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耶稣的降生是无可比拟的，比任何君王跟伟大人物都没办法比，因为这个降生是为了为世人而死，要付上所有世人罪被拯救的，他付上这个代价，他为我们而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效，而且持续，而且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，或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自我的一个神性，它才能够成为我们被拯救的一个理由，它才能成为真正世人的赎罪世人的罪。我们再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4章12节说：“除他以外，别无什么样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”证明圣灵怀孕这个使圣的这个恩典也在我们当中，引导他的百姓同享这个救恩，这个救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2堂礼拜带领我们，你用品都弄好了，到最后忘记他的护照放在他的哪里，要去报到了，糟糕，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就剩下护照没准备。